我这里北马个心思，强把那一大个婆娘一拉，过节把里那么到，把卷那他一般对，弥撒节进去去，强拉他的日节定的去。我们北马藏族呢，世世代代呢住在大山里面。我们很崇拜大山。北马走舞蹈呢是祭祀山神的。强穷的新语他们起那个，拉起边把过的，是不是容许空了中原地心如约？他从所面前拉起把他。大水一塌一大起，月下弄。我是杨黑娃，雕刻植物面具有27年，我们祖祖辈辈都会做植物面具。杨黑娃那村那，强东办的，北马街电区的年前村东西一拉，没那么些联系进错了奖品，热哇用热。年月才比出来，你看到；年月没才比出来，是看谁的？年月菩萨的哪层别些？年月没恰啥的哪层规模应别？比个老700年啥月？营养分了就放中线、边线，是一面要偏大，一面偏小。这个线段呢，就是鼻子到眼睛是一个段。第二段呢，就眼睛到头是这个段，头到这个盖板呢是一个段落。杨黑娃一句别八个的菜的，大大的蒙古这边的菜去年当长别，这里别嘛没别落地200村的。先要画眼睛、鼻子、口、耳朵、盖板，基本上就画完了。把过一个是，一拉送到，原来送过几把刀，但那得几把起才挖刀。北马街扎起边梅龙才月一把人。上色呢有6种颜料：黄色、红色、绿色、蓝色、白色、黑色。其他的颜色呢就供应到他们是勾兑。过里些木刀，村东扎布，娘爹不接力，把个弄把新娘定了，这里别嘛个他们间热血打完村药。把鬼查对，他做弄些，对种各种东西，强办出满别把刀，热锅炸进土别，拉那面别跟的村把人。现在呢，这个植物面具呢，分为了有正绳子吧，还有地方呢是11个的。这些吃货呢就要加4个，一个大鬼，一个臭猫，还有2个小鬼。人数呢大概就要到23个左右。还有吹号的、打钹的、打锣的、打鼓的，还有老七的。罗达街到我东边才送人的，才接住人的吧。强把钱把根把刀，绿蓝强鬼鬼，家里头俺这的分裂，强别刚打顶部破裂，家空顶先帮弄些吧，恰恰对身把刀，罗里用于门的一把人。
现在我北马漳州的生活条件好了，不打猎了。这儿，休息好。好。我们现在这个走舞蹈跳呢，并不是说咱们就只是散声，我们现在拿来呢就可以搞宣传，保护大自然跟到野生动物。巴拉人用当王查定啦，枪拿从枪边对着你用玩意，的那别马个没让你这用为人你这一咋人？大大，别马个热龙那个挖道，先空苏小黑边的些sem是主要把道。大东这个别送黑边，那里先用的把人。